弟兄姐妹平安，今天是待降节第二个星期四，12月11日。主题是从怒涛澎湃到安静的溪水。我们预备聆听，有一道河流把喜乐带到上帝的城。请我们用敬虔的心来阅读诗篇46篇1到7节。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和力量，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。因此，纵使大地震动，高山崩塌，坠入大洋，纵使怒涛澎湃，群山震撼，我们也不惊惶。有一道河流把喜乐带到上帝的城，到至高者居住的圣所。上帝住在那城，城绝不至于倾覆。天一亮，上帝的救援就要临到，列国站立，万邦骚动。上帝一发命令，大地就都溶解。上主万军的统帅与我们同在，雅各的上帝是我们的堡垒。请我们用敬虔的心来探求并深思。诗人以3个意象来描述上帝。在第1节，你会用什么样的意象来描述你所感受到的上帝呢？第一个名词，上帝，将我们的注意力聚焦在正确的方向。诗人接着列举旧约中3个常见的意象来描述上帝：避难所、力量、患难中随时的帮助。因此，我们不惊惶。因此，这样一位上帝若是与我们同在，即使我们的世界、国家、生活有许多令人恐惧的事，我们何须让恐惧进入心门？诗篇随后描绘一个动荡不安的世界，使用的是代表混乱邪恶的象征性图像。群山震撼，怒涛澎湃。恐惧常是我们的预设模式。我们害怕政治选举的结果，在边境的非法移民，与我们信仰不同的人，经济状况，我们的健康等等。我们必须扪心自问，如果恐惧掌握我们，并成为我们的预设模式，那么我们所信靠的是谁，或是什么？第4节将我们的目光从怒涛澎湃移到安静的溪水。溪水从河中分流出来，为上帝的城带来喜乐。
现在是喜乐，而不是恐惧在掌控。上帝一发命令，大地就都溶解。也就是说，平静地顺服上帝的统治。这种转变是因为上帝临在，就在城市和世界之中。上帝的同在送信号，宣告平静与喜乐。我们必须在非理性恐惧和对上帝的绝对信靠之间做出选择，并拒绝一切人为的安全感替代品。唯有上帝有能力将怒涛澎湃变成安静的溪水，创造喜乐而非恐惧。让我们用祷告来回应。主上帝，在我们世界的这些动乱时期里，你是我的避难所、力量和最及时的帮助。今天我要信靠你，并在每一次恐惧的丑恶面目浮现时拒绝它。阿们。活出顺服，不要惊慌。